公安宫在民国92年被指定为台南市市定古迹，庙址伫咧赤坎楼树顶武庙附近，是府城历史文化核心所在。公安宫庙体建筑具有特色，但因为旧庙荒废多年，在市府甲文化部的经费补助之下，办理了古迹修复。目前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，庙方也将选定良辰吉日举办立庙安坐。最近咱市政府将美佳公安宫列为台南10大古迹，或100大古迹之一，还有要编一个触感文化园区，有那包括在内，所以有拨一条经费来帮助咱公安宫重修。这样重修也差不多这边到尾声差不多完成啊。差不多在111年大概就完工了，会将这新乡大概请入来内底安坐好势，看一时来举行建筑大典。公安宫有超过300档的历史，庙内文物嘛保留真侪。但这次的修复是以保留原始形体为原则，目的就是要来展现庙宇的历史价值。因为阮拢有保留起来有无？阮嘛整修有修理个嘛，开叫人整修理个有无？无阮啊，囥久嘛是你想迄个物件，有足水雕刻有够水的，个雕刻消油无？那出去一改，留来一改，倒来就定着上，倒来个整修。所以阮尽量对于讲庙。足重大的代志，阮较有出迄个公安社迄个 logo， 无阮也尽量保留起来，藏起来，无因为出去了弄歹啊。目前修复计划已经进入完成的阶段，庙方也将伫咧今年知府千岁圣诞进前，选定良辰吉日立庙安坐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